初初好鍾意開 YouTube 睇人化妝，覺得人哋化到好靚啊，因為咁就對化妝產生咗好奇同埋興趣，而且自己都想變得更好更靚。但係人越大就唔會覺得化妝係娛樂係興趣，日日化妝，覺得化妝係對場合、對自己、對人哋嘅尊重，甚至係為咗異性去打扮。所謂女為悅己者容，我諗大家都明白嘅，係咪？為咗喺人前展現最佳嘅一面，努力咁護膚，有暗瘡就用暗瘡膏、暗瘡貼，有瑕疵就用粉底、遮瑕膏，條眉唔夠靚就畫到靚，隻眼唔夠大就畫大啲，面色蒼白就搽唇膏、搽胭脂。但係由幾時開始，我係咁依賴化妝品㗎？唔化妝就變得好冇自信，會遮住面，會低頭，會戴口罩，就算趕時間都要化一化，就算連落個街都想遮個瑕。點解會變成咁㗎？其實你又有冇諗過，當你唔化妝，愛你嘅人依然會好愛你，唔會因為你唔打扮而嫌棄你，甚至會心痛要求你唔好每日化妝，因為喺佢哋眼中，笑緊嘅你係最靚嘅。你嘅自信唔應該係由化妝品俾你㗎。冚埋佢啦。